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Projecteurs, caméras, etc. 我係 Gary，我係 Hugo，我哋係 V8 嘅共同創辦人，專注研發智慧建築監控平台。透過人工智能自動化嘅技術，實時監控工地嘅狀況，提升建造業嘅安全水平。Gary 同 Hugo 都係 PolyU BSE 嘅畢業生，畢業之後都係從事有關工程嘅工作。喺2016年攜手創立 V8， 公司名稱係源自 Vision 與 Action， 以願景配合行動，將影像轉化為可以即時改善工地安全嘅有效措施。建造業作為全球第2大嘅行業，但同時都係全球最危險嘅行業之一，而安全正係當中最大嘅痛點。所以我哋運用創新嘅科技，好似人工智能技術，研發出工地自動化監控系統。系統以唔同嘅場景應用啦，全自動遙控監測建築工地。我哋仲設有即時嘅警報功能，全面提升建造業嘅安全、生產力及可持續性嘅發展。早喺2018年，我哋已經喺香港成功咁樣落地實踐，協助政府部門、房地產發展商同埋建築企業提升建築項目嘅安全管理水平。而我哋係全球首間以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於建築工地安全領域嘅公司。透過 PolyU 遍佈全球嘅伙伴網絡，以及 Poly Ventures 初創生態系統嘅支持，除咗加速咗佢哋嘅孵化速度，更加獲邀參加多個國際展覽與交流活動，可以同唔同國家政府及企業交流合作。憑藉 PolyU 嘅良好聲譽與強大網絡，就更能有效講述 V8 嘅故事，逐步開拓海外市場。咁我哋好早就已經知道，如果要做一間初創嘅公司，個市場嘅規模係決定一切。咁所以我哋差唔多喺2019、2020年，當我哋香港啱啱落咗地之後，我哋就決定要走出去。咁當然我哋揾嘅市場係要啱到我哋即係本身我哋個團隊或者即係我哋當時嘅資源所限，我哋可以做到㗎啦。咁所以嗰陣時就先去咗新加坡。當時我哋奪得當地嘅一個創新比賽獎項，從而可以同當地嘅政府建立合作嘅關係。當時新加坡政府都希望將 AI 帶入建築安全，所以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起步點。但唔同地方有唔同嘅法規同埋運作嘅文化，佢哋都需要用好多時間去適應，所以初期係透過當地伙伴協助銷售及落地，佢哋就專注於技術支援與研發。而家 V8 已經喺新加坡設有辦公室同團隊，持續擴展業務與合作伙伴網絡。近年我哋更透過融資，將創新方案推廣至中東、歐洲及一帶一路等地區，吸引更多嘅投資者，仲同多家嘅大型企業展開合作。我哋嘅投資者仲包括 PolyU 以及嚟自世界唔同地區嘅策略投資者，令到我哋更能夠穩健咁走向全球。目前我哋嘅產品已經覆蓋全球20多個國家，就好似新加坡、馬來西亞、沙地阿拉伯、阿聯酋、智利、墨西哥同意大利等多個國家，超過500個建築項目，仲同多家嘅大型機構建立咗合作嘅關係。我哋嘅方案係從單一嘅安全監控，逐步拓展至涵蓋生產嘅監測、環境監測等多個嘅場景。未來我哋將整合多種數據，好似物聯網嘅 IoT、機械數據、無人機影像，去到同一個平台，可以打造一個更全面嘅系統。同時，我哋希望透過推動無人機、機械人同其他嘅自動化技術嘅應用，減少工人喺高危嘅環境中暴露風險，實現無人化作業，徹底咁樣去提升工地嘅安全。我哋嘅願景係打造出一個安全嘅 AI 工具，並且將佢推廣至全世界各行各業。其實喺邊個地方都好，工作只係我哋人生嘅一部分。我哋希望每一位工友都可以安全返到屋企。理大創新，向世界啟航 ，Poly Ventures。